喺韓國好多景點或者地鐵站裏邊都有呢一種 World Pass 售賣機。World Pass 可以視為韓國嘅預付信用卡，裏邊包含埋 T-money 交通卡，相近於香港嘅八達通。有16種唔同嘅貨幣可以喺 World Pass 機兌換或者儲值。呢條片一步一步咁樣去講解點樣去購買一張 World Pass 卡。首先選擇咗語言，選擇究竟係出卡定係換錢。揀咗 World Pass 卡之後，撳開始。未有卡嘅先撳發行新卡，有卡嘅先至去考慮究竟係提取現金儲值定係重新發行新卡。如果你喺網上面已經預訂咗，就輸入預約碼；如果冇預訂嘅，就撳立即發行。選擇你第一次儲值嘅貨幣，儲值同埋兌換兩個係唔同嘅兌換率。按同意匯集個人資料，然後要掃描護照。每一個外國人只可以買一張嘅 World Pass 卡，然後存入現金，當中有5000 won 係用嚟做首次註冊費。由於 World Pass 包含咗 T-money 嘅功能，所以你唔需要再買一張 T-money 卡，所謂嘅慳翻4000 won T-money 卡嘅費用。之後就撳翻全部同意。第4步存入現金，每張卡最多可以儲100萬嘅韓元，用剩嘅錢亦都可以隨時拎走，但係每次提款需要收1000 won嘅手續費。記得 T-money 系統同埋 World Pass 互預付系統係屬於兩個唔同嘅系統，要分開儲值。撳是，港幣可以入1000蚊、500蚊、100蚊紙幣，我隨便咁儲入200蚊，以當日嘅兌換率102.44，再扣除翻5000 won 註冊費，我卡裏面就有31480 won。佢再一次提醒你 T-money 係需要額外嘅儲值，所以佢問你需唔需要提取一啲嘅韓元去做儲值。如果你唔需要嘅就撳不是，你要嘅話就要撳是。第5步開卡，熒光幕提示大家張卡要開卡之後先至可以用嘅，一共有3個步驟。首先要攞咗張卡，張卡好靚，橙色，仲有個信封入住，然後攞咗張卡出嚟，晶片向內插入卡槽，記得要插到底，聽到咔一聲，再攞翻張卡出嚟，開卡就完成啦。攞埋收據，帶齊所有嘢就可以走得。你都可以 download 定 World Pass 嘅 apps， 再註冊你張 World Pass 卡，就可以每一次當你有付款嘅時候，佢都會提醒你，而且可以用 app 去增值。